好，我係6號榴蓮公主 Vivian 韋希恩，我代表嘅公司咧係順民豐嘅榴蓮貴族。今日咧咁難得見到咁多人，當然要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公司嘅榴蓮產品啦。我哋公司嘅榴蓮咧係由馬來西亞彭亨嘅自家農場種植，經人手採摘之後咧再空運嚟到香港。而我嘅心水推介咧就係貓山王同黑刺啦。我哋嘅貴族級榴蓮咧非常之受食家嘅追捧，正所謂貓山黑刺各有所愛，兩款都包大家食到上癮㗎。我哋今年喺工展會嘅攤位係3A19，每日都有限量嘅購物優惠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有我全城最強嘅榴蓮公主 Vivian 韋希恩為大家介紹，可能係全城最好味嘅順民豐榴蓮產品添。希望大家過嚟揾我啦，同埋中意我就投我一票啦。我係6號，多謝。哇，好多粉絲啊，好中意食榴蓮喎，睇嚟你哋啊，6號嘅榴蓮公主啊，韋希恩。接住嚟有7號啦，7號嘅就係代表夏寶貿易有限公司嘅楊子怡啊，有請。